成日咧都有啲朋友問我啦，如果冇收入證明嘅話咧，係咪買唔到樓做唔到按揭㗎？又或者注定咧只可以買居屋，唔可以買私樓嘅咧？好似我朋友大雄咁樣啊，佢做運輸咧出現金糧㗎，不知揾幾多錢啊，就係冇收入證明咯。佢女朋友靜香仲犀利啊，炒股高手嚟㗎，呢幾年咧炒美股賺埋唔少錢啊，而家已經財務自由，唔使做㗎啦，得閒咧都係去下旅行啊，買下包包咁樣啦。不過就係冇收入證明咯。咁係咪又係做唔到按揭，買唔到私樓咧？因為咧而家啲私樓跌咗咁多啦，咁佢哋都話想買翻間私樓收下租咁話咯。其實咧呢個世界上咧有好多人都揾緊好多錢，但係就係冇收入證明嘅喎。其實咧可以用一招叫做資產按揭去借錢買樓，但係咧又好似好多人都冇聽過喎。就算你行入去銀行問職員咧，佢都未必知喎。到底係咩嚟嘅咧？點解咁神秘嘅咧？如果喜歡我哋嘅影片咧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最緊要咧當然就係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匯創360啦。尤其是今次呢條片啊，中間會有好多資產按揭嘅 tips，會計幾條數俾大家睇。如果驚睇一次會唔記得，就更加要訂閱啦。save 低睇多幾次，第時再翻睇啦。第一個問題，資產按揭到底係咩嚟嘅咧？點解好似好多人都唔知嘅咧？咁係咩人會啱用啊？係咪冇收入證明嘅人啦？定係咧冇收入嘅又得唔得咧？冇錯，你講得啱咗啦，就係冇收入證明嘅人咧，甚至冇收入都得嘅喎。正常嘅按揭咧，必須要有收入，銀行先會覺得你還到錢，先至會願意借錢俾你噶嘛。但係咧喺呢個現實世界，好多人都有錢，但係咧就冇收入證明，甚至乎係冇收入㗎。例如出現金糧嘅朋友啦、freelance 啊、slash 啊，又或者啱啱創業嘅人士，公司都未上軌道，相信未來會越嚟越多。仲有退休人士啦、家庭主婦啦，最近仲有好多國內專才啊、移民啊，啱啱嚟到香港，未有工作，但又好有實力喎，都可以用資產按揭買樓㗎。簡單嚟講，唔係用你嘅入息計你嘅貸款力，而係用你嘅資產水平評估你嘅貸款力。其實有好多有錢人都係咁噶啦，佢哋買嘅物業億聲嘅喎，唔通佢報翻工人工幾百萬個月咩？你估月球人咩？好多時咧都係用資產水平去計算嘅。第二個問題，咁有啲咩資產可以攞嚟做呢個資產按揭嘅咧？例如如果有架幾百萬嘅超跑得唔得咧？又或者有個幾百萬、幾十萬嘅名牌包包，又做唔做到嘅咧？梗係唔得啦，銀行嚟噶嘛，你估二手店咩？船船拍賣咩？必須要流通性高、容易估值先得㗎。除咗物業，仲有現金啦、股票啦、基金啦、債券啦、貴金屬咁樣啦。記住，唔同嘅銀行咧，對於唔同嘅資產咧係會有唔同嘅取態嘅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佢哋對呢個資產有冇信心，會唔會打折？例如現金啊、港幣當然可以計足100%啦，因為你都係借港幣，唔會有匯率風險㗎嘛。外幣咧，好似日元咁，呢幾年都跌咗好多喎。主流外幣一般都唔使打折嘅，但係咧就要計過去幾個月嘅平均值啦。當然，委內瑞拉嗰啲就唔掂啦，咪玩啦。又例如股票、藍籌股、細價股就梗係唔同啦，9折到5折都有。上落太癲嘅咧，隨時都唔借添㗎。又例如債券，美國國債、中國國債就梗係冇問題啦。恒大債券你要咯。基金嗰啲嘅概念都係一樣嘅。總之咧，越大路認受性越高、越穩定嘅就借得越多啦。有網友問保單又得唔得咧？咦，好似話得㗎喎。話啊嘛，其實問咗好幾間銀行㗎啦，暫時咧多數都係未接受嘅。相熟嘅 banker 話咧，因為有好多條款，例如幾時可以攞啊、俾邊個等等，所以暫時都未接受。但係咧又唔使失望喎。保單雖然未必做到資產按揭，但係保單本身係可以借到錢嘅。所謂保單融資，有機會咧再揾呢方面嘅專家同大家分享。第三個問題，例如樓又點計數嘅咧？因為好多資產都係樓嚟㗎嘛。咁 full pay 嘅樓，又或者未 full pay 嘅樓，又點樣計數咧？又或者好多國內專才啦，咁佢哋喺內地都有物業㗎嘛。咁呢啲又點樣計㗎？一個好消息同一個壞消息。壞消息咧就係樓咧係要打折嘅，仲要打5折咁多。例如咧，你有一個 full pay 物業啦，估值係1000萬，要打5折，即係當500萬資產咁樣計啦。例子1，資產總值必須多過新買物業嘅總值。500萬嘅資產咧，最多買500萬嘅物業。資產按揭最多可以借70成，即係借350萬。
即係如果你一個1000萬嘅 full pay 樓咧，可以買多個500萬嘅單位，借到350萬，就係咁樣計啦。嚇，借咁少嘅？係咁噶啦，落雨收啫。經濟唔好咧，就保守啲咯。例子2，如果1000萬層樓未還晒按揭又點計咧？例如仲有100萬未供完要扣㗎，1000萬打5折，當500萬資產計，咁要減翻100萬按揭，即係當400萬計，只可以買到400萬樓，借280萬都 OK 嘅，而家都有呢啲樓。例子3，好消息啊，有啲銀行咧鬆手啲嘅，現契樓可以借50%，即係直接翻按1000萬層樓借500萬，然後 full pay 咗新買嗰間500萬嘅單位，係咪好啲咧？邊間銀行梗係唔可以公開講啦，影響人哋做生意噶嘛。到時咧幫你介紹相熟嘅中介俾你，叫佢幫你揾啦。又有國內嘅專才問啦，內地樓又得唔得咧？多數銀行咧都會答你唔得嘅。嚇，乜唔係話要融入大灣區嘅咩？因為咧銀行話好難估值，有啲咩事好難收樓拍賣噶嘛。例如你層樓喺長白山，萬一唔還錢，點收樓點拍賣先？但係有個別嘅中資銀行咧係可以嘅，當然唔係所有城市啦，係個別城市個別銀行係可以喺香港借到錢嘅，都係嗰句啦。到時你真係做嘅，再叫相熟中介幫你問啦。第4條問題，咁按揭條款靚唔靚仔㗎？有冇啲咩其他細節要留意嘅咧？放心啦，定啲嚟，條款肯定冇正常按揭咁靚仔㗎啦，哈哈。始終貸款人有收入，對銀行嚟講咧都係安心啲嘅。不過相對其他貸款，例如私人貸款、企業貸款就好好多啦。始終都有抵押啊嘛，銀行點都會鬆手嘅。跟住咧，同大家講下有啲咩細節會容易計錯數啊。樓價唔可以超過資產總額，例如你計出嚟嘅資產淨值係500萬，新買嗰層樓咧最多都係500萬。如果層樓係600萬，自己保持又得唔得㗎？係唔得嘅，要留意啦。有啲銀行咧仲會計埋釐印費啊、佣金等等，要預鬆啲㗎。爭少少喎，可唔可以幾樣資產加埋一齊咧？係得嘅，例如層樓咧嘅資產淨值係500萬，加多100萬嘅匯豐股票，加埋咁咪600萬咯。打個折都有580萬啦，咁樣就係得嘅。年期同一般按揭一樣嘅，用75減，有部分銀行咧係會用80減嘅。例如你唔係因為退休要選擇資產按揭，又例如國內專才、家庭主婦40-50歲咧，基本問題都不大。如果退休人士咧都係用80減，但係咧要留意部分銀行嘅回覆，如果係退休人士又或者65歲以上，佢都當你會退休㗎啦。按揭成數咧係會調低嘅，可能只係會借50%㗎咋。還款能力，平時咧借按揭就要計 DTI， 之前都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即係咧收入要高過供款嘅1倍。有興趣咧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啦，呢度就唔再重複講啦。資產按揭咧基本上係唔需要睇入息嘅，咁風險咪高咗咯。係㗎，所以咧部分銀行咧都係要你有一定嘅存款，例如6至12個月嘅供款喺戶口，咁間銀行呢個標準都唔同。第5個問題，喂，聽落去都幾複雜喎，咁實際申請到底難唔難㗎？可以揾啲咩人幫手咧？放心，定啲嚟，係難嘅，哈哈，因為咧始終都唔係正正常常嘅按揭，唔係個個職員都識處理㗎嘛，所以咧有部分銀行咧係唔係咁想接呢啲 case 嘅，但係政府又講咗有，唔做又唔得喎，咁咪照收申請，慢慢搞咯。中間咧加啲辣嘅條款啊，等你知難而退，又或者咧幫襯其他嘢先至批咯。仲有每間銀行咧衡量資產嘅價值嘅準則都唔同嘅喎，所以咧一定要預早啲申請，早啲審批，唔想臨尾先俾人彈飛，記得要揾靠得住嘅中介幫手問咗先啊。有需要做按揭嘅朋友咧可以揾我幫手，我可以介紹信得過嘅相熟嘅按揭中介俾你㗎。冇幾耐之前咧，我哋先揾按揭專家搞咗個實體活動，分享新樓估價不足點做，申請出租政策又係點嘅咧，好受歡迎啊！有興趣咧，下次你都一齊嚟參加啦。另外，亦有唔少朋友問，未補地價嘅居屋可唔可以轉名、轉按、加按㗎？個個都話唔得喎，其實又唔係唔得嘅，只係要申請嘅啫。手續咧係有啲繁複嘅，佢哋都可以幫到手㗎。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揾我，資訊欄下面有我哋嘅聯絡方法，快啲揾我哋幫手啦。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講，拜拜。